好，来继续来到嘉义布地真料理，有一个庄头小厝庄来做12年一届的大做招。讲这个庄头只有17户，但是香案道竟然高达1350道，实在是因为这个小厝庄太好业咧，每一户人家身价拢破亿，甚至有身价300亿、500亿的企业家。啊，这个财产若只有1000万，安尼就算是平民户咯。从俄罗斯转台湾上届好业的庄仔头。全比摆的上刀汤仔饼有够济，家家户户拢表达对神明的敬意。这大的场面是伫嘉义布地镇小府大地殿起庙36周年，互人想袂到是小厝庄全庄17户，竟都有1350道。个人的普度无共款啦，吼，有诶嘛是2、3千块一块刀，伊嘛咧款。添油香1万起跳的，管10万的有够济，要人大手笔，一架户就是36万。原来这个大地庙是小时的囝孙仔起的，伫遮出外奋斗的人，大家事业拢真成功，虽然低调，大家拢知影。几千万算是贫户，那1亿呢算是小康，那10亿呢算是普通。他们甚至还有几百亿的。这12年也是一个非常久的时间，所以全庄的人一起凝聚这条心来办理这个12年的大热闹。我看到了我们村庄非常团结。拄到新民有庆典，真侪小时后代拢回故乡去参拜。社会寺庙有10万公尺壁顶，拢为台湾早期农业的生活，是对后代子孙的提醒，袂使忘本。是讲这个庆典仪式加壮观，嘛互大家真意外，因为一个创伫布地镇的小庄仔头，上善的人财产拢有几啊千万，这款的财力真正是好嘢，无人知。